后来这个热天，立得啊算大出，用来凉拌或者是煮汤，拢真清爽、真好食。但是网络顶有咧流传，讲有人因为食竹笋来中毒，但是有影无咧？今仔日咧拍假特工队。热天时食竹笋料理上清爽，不过即马所传出可怕的消息。大家都知道竹笋一定要煮熟才能吃，但却有人吃了没有熟透的竹笋而中毒，其实都是因为里头含有氢氦，惹的祸。动物科医师强调，氢氦本身无毒，但经过人体消化了后，产生的氰化物产生有微量的毒性。像其实氰化物是在自然界都会有啦，只是说我们是不是吃太多，或者是吸收太多量，才会导致这些毒性。刚好它在不对的时间吃到不对的食物。若是竹笋含有这氢氦，像这膨果子、樱桃子，还有木质粉嘛拢有。还有人讲，白雪公主食苹果了后昏迷，就是因为食到苹果子内面的氢氦。那量还是微量啊，我也不可能说，我一个人我不小心吃了一点点苹果籽就氰化物中毒，这不可能啊。意思讲，若要食到会中毒咧，可能一天就爱食200粒的苹果籽，提醒大家免惊吓。电脑是所输入这工业氰化物，爱特别注意。过去有袂少因为素质或者是啉到高浓度氰化物饮料昏迷案例，严重有可能会无命。因为它影响到我们的身体里面的一些什么细胞的呼吸这方面机转，所以很快就会全身就会缺氧。所以我们想说，全身缺氧，我们身体有2个器官最危险，一个是我们的心脏，一个是大脑。所以说很快的话，也许就心脏麻痹，然后那意识不清楚、抽搐、休克。不过，若是食物含有氢氦，嘛无需要上过担心，尤其是竹笋只要煮好食就无问题。基本上，它氰化物它在某一个阶段才有毒性。所以它在煮熟过程中，可能它现在这个东西有毒性，可是之后它就变成挥发掉之后，或者是它的结构式改变之后，它就不会有毒性了。营养师嘛提供煮竹笋的小撇步，会当先将这个竹笋的外壳甲掰掉，洗好清气，放入去冷水，再开中火，煮到滚起来了后，再换细拍火继续煮20分到25分，煮好熟都会当排除毒素啊，安心享受美味料理。